3月15日星期日，今日嘅聖經金句係取自《若望福音》。耶穌對那個被他醫好的盲人說：你已看見他了，正在和你說話的就是他。這人說：主，我信。說着便朝拜了他。他說：我來到世上是為執行審判，使看不見的人復明，使能看見的人盲了眼。今日嘅反省，耶穌口裏邊嘅盲人係指嗰啲唔開放自己、拒絕接受真理嘅人。喺我哋嘅周圍，呢類盲人真係好多。我哋諗一諗，經常犯過又唔覺得自己有錯嘅人，算唔算係耶穌口裏邊嘅盲人呢？分享一下你嘅理解。點解耶穌要使看得見嘅人成為盲人啊？分享一下你嘅理解。祈禱意向，為嗰啲心硬高傲嘅人祈禱，願天父嘅慈愛感召佢哋，使佢哋革除高傲，接受福音嘅教導，從此復明，感謝同讚美佢。行動回應，唔要怕失敗，多與非教友嘅同學分享福音嘅好處，期待好結果嘅到來。